来看这高雄火车头附近这彩色的路面呢，已经全部拢抠掉，改做是一般的担仔架。就连迄尾这古早时的这个红台仔呢，即马嘛刷转来甲这旧火车头囥做伙，就是为着要来恢复以前大家这记忆当中高雄火车头的景象。 工程人员摕伫咧涂骹摕训练大队喷水池豆啊时啊个。高雄火车头这尾红台仔雕塑，101年配合铁基路地下化工程，互刷去北归坑。随着工程完工，高雄旧火车头也刷转来原地。进前路边就一直在问，迄尾红台仔当时要转来。文化局讲，因伫去年接受代替的委托，开始做这个喷水池工程，即阵已经进入收尾阶段。看到红台仔总算转来，工程主任讲，这真正是老高雄人的记忆。做做高雄人吼。 成长，包括讲咱当兵，在这边集合，那好多路人都上了8、90岁了，这是在来到这里跟我们聊天，讲起他们满满的回忆。 文化局表示，红台仔雕塑是1960年为了纪念在地大港埔做的，因为年久过深，口风曝热有受损，这摆佫家己刷转来，嘛有特别请传统艺术来做修复。同时，请设计师对喷水池做整体规划。安顺旧日过年前完工，陪伴大家迎接新年。古迹就是安尼啊，爱照顾的，你做新的出来都无成伊啊。现在有做一些修补及补色。 磁体也维持了磨石子的表面，也会恢复到原来的喷水池功能，加上夜间照明，相信后续会成为高雄车站的新地标。除了红台仔转来甲旧火车头徛做伙，高雄火车头附近的道路最近嘛有新面貌。交通局表示，原地站西路甲站东路为着要互赛车、骑车的人好找路做的彩色路面，考虑到即摆大家对遐路草拢惯势啊，而且彩色路面的材质特殊有维护，所以做一摆总扣掉，改布点仔卡，也请民众经过爱注意安全。记者柯家族张高雄采访报道。